还是，你穿，你当皇上得了。哎，皇上，你做皇帝那是天命，你就不要推辞了吧。请重回宝座，开始定国号、封官职。三哥呀，那我什么都不会呀，怎么封啊？您是皇上，你想封谁就封谁，封什么官都可以。二哥，你想当什么官啊？哈，我呀，得由皇上决定吧。三哥，什么官最大？回皇上，朝中官职最高的属相国。封秦琼、秦叔宝相国之职。皇上，相国可是文臣呐。哎，就武相国嘛，啊！谢皇上。三哥啊，封来封去的太麻烦。你看兄弟们愿意当什么官，让他们自己挑吧，啊！我挑个二皇上。哎，皇上，孟轲有云：“不以规矩不成方圆。”如果没有规矩律例的话，这大家就无法人尽其才。还是请皇上三思吧。都是自己人，什么斟酌不斟酌的呀？皇上，你当不当我是自己人啊？当啊。那你就封我一个官呗。你就当先锋官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贫道在闲时草拟了一份诏书，皇上，请过目。三哥，我就不看了，你念吧，啊，念吧。众人听旨。自今日起，瓦岗山改为金庸城，聚英堂改为天芒堂，立国号为大魏，帝号沿用大德。魏征为相国，徐茂公为护国军师，秦琼为兵马大元帅，统领瓦岗10万大军。单雄信、罗成、王伯当、谢英登、王君可为五虎上将。单雄信另加都先锋，尤俊达、齐国远、李如辉、金城、牛盖、尚怀珠、丁天庆为8标将军。贾润甫、柳州臣为左右御史兼前粮总管，罗士信为镇殿大将军，程母宁氏为国太。钦此。谢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！众位兄弟，平身，平身。皇上，臣恳请草拟一份通告，昭告天下百姓，让天下百姓知道，我大魏国是奉天反大隋之暴政。众位兄弟，与本王同去，与民同乐。走。皇叔，朕急召你前来，就是想问清一件事。皇上请讲。朕听说山东有伙反贼，
自立为王，连国号都有了，有这回事？启奏皇上，确有此事。山东反军火烧济南，劫囚杂狱，现驻扎在瓦岗山。臣正欲带兵前去剿灭，以示我大隋军威。小孩子过家家，瞎胡闹，让底下人去剿灭便是了。皇叔不必劳动。皇上，你可别小看这群降马，他们的来头可不小啊！听说为首的正是靠山王千岁麾下的13太保。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这个逆子，我早已经和他恩断义绝。你的女儿玉郡主嫁给13太保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你想撇开这种关系，好像没那么容易吧？宇文化及，老臣轻语不轻，皇上自有圣裁。莫非皇上不知道老夫的为人，要你在这里说三道四，兴风作浪？好了好了，不就几个毛贼吗？剿了便是。啊，何人愿挂帅？皇上，王爷既然信誓旦旦声言与降马并无关联，那想必大义灭亲也不在话下。臣以为这件事情就交给王爷去做，那再合适不过了。皇叔，我愿意劳动一下吗？老臣必不辱命。皇上，降马聚众造反，理杀一儆百，以儆效尤。臣以为可以从降马的家眷先开刀，凡与降马牵扯者，株连九族，格杀勿论，以壮我声势，震慑逆贼。很有道理。皇上，据报二贤庄庄主单雄信家眷甚多，尚未转移。那可派山西通守李渊前去抄杀二贤庄。好了，你不用说了，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。是。今天在殿上你魂不守舍，连皇上都看得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孩儿知罪。也罢，皇上原本就想让杨林去扫平瓦岗，咱们帮他登上皇位，也算立了头功。现在需要是保存实力，那些费功夫不讨好的，就让别人去干吧。是。还有，那几个新增的马场，要派人去看好，别让人家知道是我们的。还有那批新兵，要勤加操练，以备不时之用。是。我今后怎么样不用你管。你既然已经忠于杨广，忠于你父亲，你我便是爹。我不会嫁给你，不会嫁给像你这样的人。你若再缠着我，再不放开我，我就只能死在你面前。玉郡主嫁给了13太保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。你想撇开这种关系，好像没那么容易吧？玉儿现在跟瓦岗那些反贼在一起，一定会有危险。禀将军，杨林已离开长安，前往瓦岗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
你怎么来了？赶快跟我回府吧！现在瓦岗有难，我绝不会离开这里。可是你要不走的话，王爷就要自己来请你了。我父王来了又怎么样？他来了我也不走。你敢！你好大个胆子！父王，姑父。亏得还记得我是你父王。想必您就是北平王罗千岁，有失远迎，还请上座。不必了。本王让你去拜寿，你竟敢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！趁皇上还不知道，没有降罪我北平府，赶快给我回去！父王，孩儿不孝，让您担心了。可是表哥和众兄弟做的都是替天行道、正义之事。孩儿望父王成全，让孩儿留在此地，与他们推翻暴政，共谋大义。放肆！你是想谋反，是要株连九族的，知道吗？姑父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拉着表弟上的山。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无关紧要的话。千秋，我问你，你放不放你表弟下山？姑父，如若表弟上了山，连累到姑父的话，这都是我的错。表弟，就随着姑父回去吧。还不给我走！哼！少保，咱们还是走吧。是啊。不好了，大帅！随军大将宇文成都在寨外要见玉郡主。宇文成都要见玉儿。还在生罗成的气？他言而无信，说什么想留下来跟着秦二哥轰轰烈烈干番大事，尽是些没用的豪言壮语。老王爷一来，还不是乖乖跟着走了？莹莹，这不能怪他，毕竟他在家中另有牵挂。我倒觉得北平王说的对，不能因为罗成一个人而牵连整个北平王府。哼，说到底，还不是舍不得王爷府的荣华富贵，跟咱们不是一路人。我未尝也不是如此啊，只不过我经历的事情多了，看得更透了。必须得给宇文成都点颜色看看。我们瓦岗山是想来就来、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对，咱们一起上。正率15万大军前来扫平瓦岗，你们强留杨玉儿在此地，是何居心啊？什么？杨林亲率了15万大军来？我们瓦岗怕过谁？你们来一个，我们灭一个；来10个杀10个，都来，我都把他们给灭了。大军已在路上。现在就要带玉儿走。如果你们不想看到他们父女反目、骨肉相残，那就把她交给我。宇文成都，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啊！那玉嫂子是我二哥的媳妇儿，
凭什么交给你呀？那是我瓦岗寨的人，有我们保着。忒不要脸了！保护他，就凭你们？我告诉你，大军一到，瓦岗就会被夷为平地。玉儿只有跟着我才是最安全的。如果你们不放他出来，那你们就是想扣他为人质。你们以为杨林这样就不会攻打瓦岗吗？杨林已经在皇上面前许下重誓，要大义灭亲。你们这么做，无非是想让他陪你们一起死。哥哥，这实在是太气人了！咱们必须要给这宇文成都点颜色看看，他真把咱们瓦岗寨当他姥姥家了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他姥姥的！没错，咱们一起上，不信打不过那个宇文成狗。你闭嘴吧你！叔宝，这包袱……走吧。我答应过你父王，不能连累你，更不能让你卷入此事之中。赶紧走吧。我自跟你来到瓦岗，就没打算离开。可是玉儿，瓦岗大军如若敌不过你父王的大军，你卷入此事之中，只会让你为难。还是走吧。叔宝，即使瓦岗的兄弟敌不过我父王的大军，我也不会离开这里。我要与你同生共死。玉儿，此事凶险，万一我等打输了，我不能让你陪着我去送死，我要你活着，好好的活着。叔宝，我不会离开你，尤其在这个时候。还是不打？打还是不打？这是个问题。我觉得该打。玉儿，你来了。玉儿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我要留在这儿，你走吧。
玉儿，现在不走，就真的来不及了。你父王的大军马上就到了。我知道。你为我做的一切，我心存感激。我不可能跟你走，我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在这等死。大军一到，必定血洗瓦岗。血洗瓦岗？对。你又怎能确定瓦岗就一定会败？玉儿，你现在跟的这群人，不过就是些乌合之众。这些乌合之众，以他们的能力，如何能抵挡大隋15万大军？乌合之众，若他们是乌合之众，便不会反济南，过潼关，打退我父王的围剿。他们聚义瓦岗，力量一天天壮大。我一路随他们走来，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根本就看不清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执意留在此地，你就会变为人质。他们是在利用你，而我是在保护你。你跟着我才是安全的，你明白吗？玉儿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这样做，让我觉得你很可悲。如果因为我在乎你，让我变得可悲，我愿意。玉儿，我说过，这辈子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，因为我爱你，因为这辈子我只爱你。玉儿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不顾父亲的责骂放你走，我曾经想过放弃我拥有的荣华富贵，跟你远走高飞。我也曾经想过不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宁愿自暴自弃。玉儿，如果你能活着，我便活；如果你死了，我宁愿陪你一起死。今生今世，我都不会变心。宇文成都，我求求你，别再难为我，放过我吧。你会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女人。相信我。我不相信，我心里装不进别人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如果你不想我们变成敌人，从今往后不要再来瓦岗，忘了我。
为了忘了你付出的代价，每次想你的痛苦，都变成这一道道的伤疤。你现在让我忘了你，你告诉我，怎么忘？你说！你怎么会这样对自己？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怎么做才能让你死心？死，心就死。让我告诉你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要跟秦琼死在一起。你那边的事办得怎么样了？相国大人，小的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买通一名死囚犯田武，这就安排到单家中。到时候会挑拨单家造反，让李渊不得不杀。启禀大人，我等已将死刑犯田武带来，等候发落。田武，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知道。你二人速将此人押往通州府，让李大人发落。杀勿论。大哥，我们进去将人犯悉数捉拿，交与父亲。好，再过来。徐明，父王。孩儿总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小心受了奸人的算计。此话怎讲？相国宇文化及一直视您为眼中钉，这恐怕是他的借刀杀人之计啊！您看这二贤庄里的家眷，多为妇孺，杀之乃不仁不义。而且二贤庄庄主单雄信，乃绿林魁首。如果我们真的将他们全部抄斩的话，定会与绿林结下怨仇，遗患无穷啊！是啊。言之有理，可此事是皇上降的旨，岂敢违逆？啊，父亲，孩儿有个两全之策。哦，我们先将二贤庄的家眷带回府中代为看管，一一盘查，看是否真的有人造反。如果查实，立即反办；余则按实情禀报皇上，
也许他们能逃过此劫。如果此事办妥，定会让父亲享誉陆离。你说的有一定道理，那就依你之意，走一步，看一步吧。走吧，跟我骑一匹马。我看你那匹马也快不行了。好吧，放他一条生路。走，我们走。父亲，大哥与我已将2钱庄全体家眷捉拿于此，是否就地处决？把人犯押至府衙大牢。父亲，您不是说要抄杀2钱庄，为什么要押至府牢？行，将2钱庄的亲眷们押出来。快走，走，快点，快走，别胡说，快点走，看什么看？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快起来！大家不用惊慌，尔等此次前来，是要将你们带回府中进行盘查。只要你们不反抗，只要你们不是造反的人，我保证你们一定能平安的回来。真的吗？走吧，走，走，快点！父亲，我看我们不如把这些犯人押到广场上，进行公开审问吧。怎么？如果没有参与造反的，我们当场释放。就算以后皇上追问下来，也有老百姓为我们作证啊。如果把他们押回府中收监的话，再想放人，我怕有人会诬赖你私放人犯。你说的也是。把人犯带到府衙广场审问。是。走走，停下！下马！我让你下马！这包袱里有我所有的银子，这马我买下了。驾！我的马！单二爷报信是来不及了，兄弟，这次看来我们凶多吉少，没办法了。等一下，借着押犯人田武，我们混进家眷队伍，伺机行事，能救几个救几个吧。
好。哎，二泉州被抄了！二泉州被抄了！哎，知道吗？二泉州被抄了！二泉州被抄了！没事，二泉庄哪儿了？你不知道，二泉州被抄了，正在去哪儿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那边啊，走。二泉庄庄主单雄信在山东造反，现将其家眷全部羁押此处，进行公开审讯盘查。没有参与造反之事者，当即释放；参与造反之事者，立斩无赦。庄主反了，我们还能有什么好下场？我们也反了，我们也反了，我们也反了！大家不要轻举妄动！干什么？不要做反呀！大家不要轻举妄动啊！千万不要让他们跑了，都给我抓起来！后退！大家怎么回事啊？大家给我冷静，都停下来！胆敢反抗者，杀无赦！皇上，又做噩梦了。这睡了多久？不到半个时辰。奇怪，真梦到一株琼花，越开越大，越长越高，都快长到天上去了。有如此奇事？这还不算奇，朕还梦到花中长出很多条藤蔓，将朕越缠越紧，最后缠得朕喘不过气，不知是何征兆。
疼呢？皇上可记得先帝当年所梦？梦中曾经出现过18个黄口小孩，然后就除掉了朝廷李姓重臣。如今皇上梦见琼花藤蔓缠身，莫不是也有些寓意？有又怎样？朕乃天子，能怎样？见琼花藤蔓缠身，莫不是也有些寓意？有又怎样？朕乃天子，能怎样？不过这次梦境与先皇不同，先皇所梦乃18个黄口小儿。朕此次做梦，乃罕见的奇景啊！皇上也无需多虑，臣妾素闻琼花绽放乃是盛世出现的奇观，是祥瑞之兆。它们生长枝蔓攀附皇上，寓意朝中将有贤臣辅佐君王，有神明护法之效，大吉之兆。琼花，可惜当今已无琼花。朕听闻，琼花最后一次现世，乃数百年前汉高祖时。若真有琼花，朕倒想好好品鉴一番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皇上的魂儿被琼花给勾去了。朕还是觉得头晕脑胀，再歇歇会儿。皇上慢点。皇上，皇上，御医，这药已服了好几天了，皇上为什么昏迷了2天还不醒呢？回娘娘，怕是内火攻心，一时难以消退呀。不要辜负了贵人你的一番心意。今天的药引子可是他割下的肉。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皇上醒了。朕睡了多久？皇上，你已经昏睡了2天了。不知怎么了，朕总是梦见琼花。皇上醒了就好，不要再想梦中之事了。
庄主，庄主！山州，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，我是你二叔，小雪怎么了？死了，他们都死了。什么死了？啊，什么死了？小雪，小雪，快进去啊！山州，山州怎么了？庄主，人儿死了。山州，小子无能，没能保得住大家。山州，是同手大人带他们长沙二贤庄，大伯是娘他们都死了。李渊，我不杀你誓不为人。贤弟，万万不可冲动，你冷静一下。贤弟，冷静？我能冷静得了吗？我二贤庄能打的全在瓦岗，庄里除了老的、少的，就是女的，全被杀光了。李屠荣只是奉命行事，你杀了他又有何用？我不管，我就要杀了他！我要为二贤庄报仇！山州刚刚死在我的面前，我要为他报仇！报仇！徒弟！前方来了一队人马，大约5000人，好像是从瓦岗寨方向来的。来得好，设埋伏。是。来者何人？我就是单通单雄信，原来是未剿尽的漏网之鱼呀！正好让爷爷取了你人头，回京领赏。有胆量的跟我来！来就来！
小姐，我要上了医院！快来，快来！你受伤了，快来为大哥医治！慢点，小心点！是。莫非杨林又带人马来剿瓦岗寨？哼，他们要是敢来，那是活得不耐烦了。此次他们是有备而来，我们务必要早做打算。是你，上次我要拧你脑袋，我哥哥没让，怎么着？今天给我送来了。傻子，你可记得我呀？小子，把你化成灰我也认得，今天就把头给我留下吧。放屁！今天爷爷跟你决一死战！呀！魏文通已死，不如咱们出兵攻下潼关。不可，现在还不是时机。哎呀，三哥，那有何不妥呢？我瓦岗现在羽翼未丰，正是壮大的时机。武帝伤势如何？大哥说心未伤及到内脏，将伤养好便无大碍。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莹莹，这二贤庄被抄杀，莹莹嚷着要去找李渊报仇。我现在只是暂时劝住了她，可往后听不听劝，真的就不好说了。哎呀，小雪呀，哎，要不吃个桃子啊？来，奶奶看着小雪，哎，又聪明又懂事。其实奶奶早都懂着你来跟你玩。早就知道你要来，我给你做了2套新衣服。你看这衣服你喜欢吗？你看，多好看呀！啊，咱们
在这儿你一言我一语的，小雪一定是累了，不如让她好好的歇息，先睡上一觉，等精神好了，我们再带你到处走一走。对，来吧，跟奶奶先去睡觉。姑姑在这儿呢啊，走，我们去睡觉。姑姑在这儿呢，来，先跟奶奶去睡觉啊。躺下来，躺下来睡一觉就好了啊。哎呀，这天杀的朝廷啊，真是作孽呀！去吧。姑姑不要走，小雪，小雪听话啊，小雪不哭啊，姑姑哪儿都不去啊，乖，好好的。这孩子受了太大的刺激，这俗话说了，心病要心药医，咱们得想办法让他早日振作起来呀。姑姑，他们都死了，金甲哥哥、桐花哥哥、大伯、大舅，还有婶婶肚子里的孩子。小雪不哭啊，小雪乖，有叔叔在，就一定不会让他们白白饿死。小雪啊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你的家人。瓦岗寨就是你的家，我们待你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，不会让你受一丝一毫的委屈。有奶奶在呢，谁要是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奶奶，奶奶让那个皇上好好的收拾收拾他。不愧是你。何人顾及？皇家，我已等候多时了，请您一定要为我家大帅报仇啊！家大帅？难道我家大帅被前来叫阵的瓦岗逆贼所杀？恶贼奸诈，用阵法引我家大帅中计，大帅只身冲入阵中，拼死破阵，却最终寡不敌众，重伤阵亡。真是欺人太甚！秦琼，本王有心饶你，你却杀我大将，砍我臂膀，这次我绝不姑息。可父王，若回登州调兵，怕时间不够啊。罗放、薛亮在，你二人速去，请双枪老将丁延平前来压阵。老夫要摆一字长蛇阵，剿灭降马，在此一举。是。父王放心，一字长蛇阵神仙难破，又有丁老前辈压阵，定能一举歼灭反贼，万无一失。各位兄弟，靠山王杨林说他不想大动干戈，伤及无辜，所以近日要在麒麟山摆下一字长蛇阵，让我们派大将去破阵。如若破了此阵，他便归隐山林，从此不再过问大隋之事。哥，那这阵破不了呢？要是破不了，我瓦岗众兄弟就得举旗归降，服罪。服罪？这什么蛇阵啊？这么厉害？你管着吗？一字长蛇阵并非有蛇。哎，三哥，他要没蛇，他叫什么长蛇阵呢？只是列阵之时，阵型极像一条蛇罢了。此阵有101人排布而成，虽然极其凶险，但并非大阵，并不是针对大军的，而是针对大将的。当年隋军攻北齐的时候，就用这个一字长蛇阵，将北齐的诸多大将引入阵中，无一生还。哎，三哥，要破此阵，有什么法子没有？要破此阵，须得一人。谁呀？罗成。对。那凭什么呀？罗成？哎，可他
昨天不是回北平王府了吗？军师，可有其他人选？非他不可。哎，那还不简单嘛！派个人去一趟北平王府，把他请过来不就得了吗？凭什么呀？也好。好。不过仔细想起来，这一次靠山王竟然用文书通知我们。三哥，那这用文书通知又怎么了？你们有所不知，这下文书是国与国之间的礼数。这一次，靠山王用文书通知我们，说明他已视我们为一国，而非降马。对，那是好事啊！报！不好了，单姑娘抢了匹马，说要杀进随军大营，要为二贤庄的老小报仇啊！快去看看。让开，让开！莹莹，不是二哥不让你去报仇，只是此时不宜。报仇之事，得要从长计议才行啊！让我走！我要去报仇！我要报仇！那都往后闪！单姑娘，那儿太危险了，你不能去啊！你们让不让开？杨林的大阵已经够烦人的了，能不能不添乱？不添乱的！什么大阵？让我去！让我去把他们杀光，给我二贤庄老老少少报仇！莹莹，你们让开！再不让开，我就不客气了。莹莹，这一剑你忍心刺下去吗？是啊。住手！哥，这剑是扎自己人的吧？我知道你难受，有用吗？前几天你哥去报仇，已经连累自己家兄弟了。我不能看你去送死，但哥哥答应你，时机成熟了，一定带你杀进长安。哥，还要等？我不想再等了。我每天晚上做梦，就梦见二嫂他们被杀的样子，我却不能去救他们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？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可是咱们上瓦岗那天就应该知道，这里每个兄弟跟隋朝都是血海深仇啊！万岁不是为了我们二贤庄。等我们瓦岗军壮大了，我们一定要报仇。现在莹莹的状况不是很好，虽已经平复，但随时都可能做出冲动之举。如果她真的冲进了隋军大营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那怎么办呀？贫道倒是有一个办。罗成。哎，无量天尊有办法了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是关于一些军务的事，要安排给你。军务？什么军务？隋朝啊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，挺厉害的。军士说的，只有罗成能跑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跟你有关系啊！你跟王伯等兄弟呢，去把罗成请回来，请到瓦岗，顺便呢，你也散散心。我不去。哎呀，莹莹，军师可说了，只有罗成能够破一字长蛇阵，啊，早日把罗成请回来，好能保住我瓦岗的大业。我不去，要去你们去。他是大隋的小王爷，我杀他还来不及呢。莹莹，我曾经也是大隋的马快班头，可现在呢，我不是在瓦岗了吗？莹莹，我相信你了解罗成，他绝对不是那种愚勇固执、不知善恶的人吧？可
可他始终是大隋的少保，老王爷一句话就可能把他叫走，完全不顾你们兄弟的情谊和瓦岗的安危。我上次单独给他煮的蛋，就当是喂狗了。让我去请他，门都没有。莲阳，你要能把罗成请来，哥哥我就答应你上阵杀敌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哥哥说的话就是圣旨。我当贤弟，贫道做了一个锦囊，倘若罗成受困于王府之中，一时间想不出脱身之法，将此锦囊交给他，里面自有应对之策。军师，告辞了。去吧。这里距北平王府还有一半的路程，咱们在这儿歇歇再走吧。莹莹，千万别冲动。咱们还有军务在身，你这么一干，只会延误行程，错失破阵的良机。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快把剑收起来。来，听哥一句话，咱们先走。哎呀，这菊花开的可真漂亮啊！开的这么大啊！这到底是吉是凶啊？可是往年都不是这个，而且也没这么大呀。谁见过这么大的？这琼花开的这么大，可是头一回见啊！我听说，咱们扬州这琼花开放可是百年难遇，每逢此时必有大事发生。不知今年这琼花开放是吉兆还是凶兆？说的对呀。皇上，您龙体刚愈，歇歇吧。皇上，听闻扬州出现了一件奇事。什么奇事？扬州道观的琼花开花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花啊！听老人们说，300年才开一次，真是难得一见呐。
上所作《江东宫乐歌》，再配上这曲子，恐怕让臣妾更神往扬州了。朕昔年受命离宫，任扬州总管，对扬州的一草一木了如指掌。这南方与北方风情不同，乐律事情也迥然异趣。哎，朕差点忘了，陈叔宝颇具文采呀，做了一首什么腰肌连似花含露，玉手流光照后庭。殿下又何苦提起那个亡国之君呢？陈叔宝错就错在生于帝王之家，他若是一介布衣，朕一定招他来，天天陪朕饮酒赋诗。宣华，朕听说你对那陈叔宝的诗句，每一首都了然于胸啊。玉树后庭花，朕想听你唱。是皇上。怪不得宣华都动情了。哼，这算什么好剧？作词之人的意志消沉，暴露无遗。哼，怪不得会亡国。说得好，好。我告诉你们，成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没有人听你爱面子的。人生在世，本当豪迈。那秦始皇想当年统一度量货币，文字车轨，为前人所不能为。朕一直有个心愿，朕为何不可沟通南北，一统国音？那皇上有何打算？朕要做的事，比那秦始皇可要多得多。跟你们说一件小的，朕要挖一条大运河，直通扬州。从古至今，东西之下，河流无数，贯通南北者少之又少。朕已决定，长安、扬州之间开挖一条大运河，
以便南北臣民互通有无。彼此往来，朕也可以随时出行体察民情。皇上，长安与扬州，一个北方，一个南方，两地相距千山万水。且不说挖到什么时候，单凭宫里的银两，恐怕也难以支撑如此浩大的工程啊！一派胡言！开凿运河乃是兴隆南北的生意，造福千秋万代的大事。皇上高瞻远瞩，可与秦皇汉武相媲，岂容你鼠辈在这里妄加非议？谁还要走？皇上圣明，臣该死，吾皇圣明。没有异议了，那朕可就要委派一人督造运河了啊！谁堪此重任呢？微臣保举马叔谋将军担此大任。马叔谋，末将在。朕任命你为开河总管，统管开河一切事务。务必于3月之内开通河道，不得逾期。3个月，皇上，这有问题吗？并无不妥，末将领旨。皇上高瞻远瞩，与秦皇汉武比肩。等等，什么？吾皇功过秦皇汉武。吾皇功过秦皇汉武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相爷，卑职知道您对我一向不薄，可没想到您这次给我揽了这么个大差事。督造运河乃工部之职，我马叔谋连敬畏都分不清，哪是这块料？要不然，您另请高明吧。这可是天底下最肥的差事啊！多少人想得都得不到。老夫故意为你留着，你竟敢在这里畏畏缩缩。再说，皇上在殿上已经钦点你是开河总管，难道你想抗旨吗？相爷，可卑职不懂水利，若是这3个月之内完不了工，是要被杀头的。你不懂没关系，你的手下懂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相爷，卑职手底下都是些练家子，他们哪懂这个呀？那你就找一个懂的嘛。总之，老夫把这个肥差交到你手里，你要是再办不好，就让皇上来处理。王爷有令，少保不得离开房间半步。我要去茅房，憋不住了。少保，就在这木桶里解决吧。完事后我们会替您拿走的。少保，滚开！成儿，娘知道你不愿意闷在家里，可是你也要替父王想一想。毕竟他在朝中为官，不能让你做这种叛国逆君的事情。我又没做什么。成儿，你想一想，如果皇上让他像靠山王一样出兵瓦岗，难道
要让他亲手抓自己的儿子吗？母妃，臣儿不是不想替父王着想，臣儿之前一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如今知道了，却不能够放手去做。您知道这种感觉有多痛苦吗？孩子，世上的事有很多都不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。母妃，瓦岗初见根基尚未扎稳，现在朝廷已经多次派兵去攻打，孩儿只是担心表哥和众兄弟们的安危啊。